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柏牧师。今天3月2号，我们要分享的是一封感恩劝勉的信。我们要读以斯帖记第9章29到32节。弟兄姐妹，首先我们要来读 RPG 的金句，要常常喜乐，常常祷告，在任何环境中都要感谢，这是上帝为你们在这些属于基督耶稣的人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你知道女人是不得抛头露面，不得在宗教或者是政治事务上担当主角。不过以斯帖这位犹太女性却突破了文化传统，超越犹太人的常规，冒险拯救了上帝的百姓。因着她一封书信，也确认了她和末底改所设立的普尔庆典。不论你现在担当什么职务，神都会使用你，不管是什么样的性别，只要你保持开放的态度，随时随地做好自己的准备，因为上帝可能呼召你做的事远远超乎你所求所想。在末底改写了第一封信，要犹太人世世代代永远纪念遵守普尔节。随后这个王后随后也写了一封信，以王后的权威支持末底改所写的那封信，是有关设下普尔节的信，表示大家要支持他，嘱咐大家要遵守这个普尔日。他并劝勉犹太人要彼此和平相处，真诚地对待上帝，如此才能够蒙上帝来祝福，得以在平安和真实中生活。守普尔节一方面是设宴席欢乐的日子，以斯帖他另外跟末底改不大一样，就是提醒他们也不可忘记他们曾经大大悲哀、禁食、哭泣、哀嚎哦。这是在第4章里面有提到的。所以呢，他提醒犹太人在欢宴之余仍要禁食呼求。记得牧师跟大家分享过，禁食祷告不只是在苦难、在哀求的当中，在欢宴的当中也可以禁食来祷告。同时呢，禁食呼求也含着世世代代要坚定信靠上帝的意思哦。当我们在享受平安和喜乐的时候，也应当要纪念上帝的恩典，而要更多的爱上帝，信靠神。末底改他的信是强调节庆，就是兴高采烈的层面哦。那提到宴席、欢乐、分享礼物，刚才我们谈到以斯帖的信不仅确认这一点，以及这对犹太人后裔的重要性，他强调禁食哀悼的日子。当然这象征犹太人他得知哈曼最初命令的时候的行为，而以斯帖要求他们在纪念普尔日的时候也记得过去这一段很惊险的日子。为什么？因为我们经历过那种苦难，是因为同心合意禁食祷告祈求而来的。这也是为什么他要求犹太人于亚达月，就是12月的13日禁食唯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得在欢乐之前所发生的痛苦和惊骇，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体会拯救所带来的极度欢欣。
所以呢，以斯帖他就强调这个重点，确保这种心态不会在一切的庆祝活动当中被遗忘。苦难与赞美总是交织在一起的哦，因为唯有当我们记得苦难的时候，我们的感谢才被赋予实质的意义，而不是只留于一个喜乐的形式而已哦。这也是以斯帖他试图要守护的，以斯帖记试图要守护的部分。那毕竟人即使在此刻庆祝上帝的拯救，也应该知道未来某些时刻可能也会面临苦难。或许这也是为何以斯帖记对许多经历大屠杀，特别我们刚刚经历过的228的纪念日，对不对？对这些家属而言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经历过失去亲人的性命哦。从较小的层面来说，基督徒的传统在注意的部分就是我们经常鼓励大家，你分享分享，将焦点放在感谢神在某种情况中你怎么样得救某人的见证这样说的很多的见证感恩，但我们或许并没有那么积极的邀请会众分享他们经历苦难那个时刻呢？他怎么在那个时刻他的心情呢？好，让我们的感恩与他们的苦难能够更真实的结合，分享他们经历苦难的时刻，他怎么在那种很痛苦的当中怎么挨过来。好，让我们的感恩跟他们的苦难能够真的紧密的有连结哦。将痛苦与赞美结合的好处是，我们不会因此排挤那些正在经历艰难的人，并且能够向他们指出在上帝里面的盼望。所以我们看到以斯帖他能够用书信将这些元素正式放入普尔日的庆典中。他颁布具有与亚哈水乳王同等权力的命令使他成为圣经被写下并设立如此事件的唯女性，真的不容易在那个时代，相信上帝也会使用你经历的见证以及这苦难的过程来激励人心，鼓励你随时把你所经历的恩典还有那个过程写下，可以分享。相信一定会激励更多在苦难当中的人，他们不放弃对神的信靠。我们来默想末底改和以斯帖写给犹太人的信，劝勉犹太人要坚守这个普尔节，就是纪念过去的苦难的日子，要禁食和哀哭，有什么用意呢？你曾经传信息，现在可能比较少写信传信息赖鼓励人常常要祷告坚守信仰吗？如果没有鼓励你，可以对着那些正在面临苦难的人，可能因为你的一个信息来帮助他重新站立起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天父上帝，我们要赞美你，因为征战的胜败全都在天父上帝的手中，你的圣名是值得被称颂的我们要来投靠你，求你使我们永不羞愧，求你按着你的公义搭救我们。我们要感谢赞美耶稣，因为你一来，撒旦的权势就瓦解。主耶稣，因为你一来，就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除去我们内心的黑暗，使得我们可以从忧愁当中变为喜乐，从痛苦当中变为甘甜。我们祈求圣灵时时刻刻来提醒我们，应当纪念上帝的恩典。
纪念上帝的恩典够用，即使我们在痛苦困难当中，今日能够更多的爱上帝，信靠上帝。所以求主圣灵来帮助我们好好的数算我们的日子，好叫我们可以得着智慧的心，也激励我们常常祷告，凡事谢恩。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分享。我是友伯牧师，祝福您祷告有能力，祷告的事项都能够蒙上帝来运营。我们下次再见哦。